一份最新嘅租金報告顯示，全國9月份嘅平均租金較去年同期下跌3.2%，係連續第12個月出現跌幅。而 BC 省更係全國租金跌幅最大嘅省份之一。李文欣報導。租屋網站 Rentalstock.ca 最新公佈嘅9月全國租金報告顯示，全國平均租金為2123蚊，按年下跌3.2%。BC 省嘅跌幅達到5.5%，同亞省並列全國最多。不過溫哥華仍然係全國租金最貴嘅城市，平均租金2794蚊，兩房單位更加高達3426蚊。雖然報告顯示大溫大部分城市各房型嘅租金都有所回落，有年輕人就話租金仍然難以負擔，只能夠選擇同屋企人同住。亦都有人話目前租金仲可以接受。都略貴嘅，但係都唔係話貴到接受唔到嘅。咁個個都想減租㗎，係嘛？但係都唔係話貴到負擔唔到嘅。都知有啲人都搬散嘅咯。咁你自己會唔會咁樣諗？暫時都唔會，因為工作機會咯，係啊，因為你亞省工作機會太少啦，係啊。I'm guessing for like a one room apartment that would be like a 2,000, sorry. So yeah, that's pretty expensive. Even the price go down, it's still so high. And as a student, I really can't afford it. So yeah. 持有多個物業放租嘅業主話，並唔擔心區內出現更加多平價租盤會分薄客源。驚就唔驚嘅，你合理就唔驚嘅。都未驚過，俾我哋租咗咁耐俾人啦，我哋都係比平常個價係低嘅，所以啲人都冇咩意見嘅。即係平時我想即係低咗100-200蚊咁啦，係咪？但係咧同一個 building 咧，有啲人咧又比你又低啲，咁好似海鮮價，又好似同你搶價咁樣。BC 省華人地產專業協會副會長陳永權話：過去1年大溫地區嘅租金平均下跌大約1成，形容目前係租客市場。咁其實就係因為好多租客咧個租約完咗，我哋唔加租，咁佢都話走，咁減租都係走，因為好多租客其實佢唔係咁長遠嘅，走咗1-2年，同埋有好多新樓花成交咗，咁佢哋就搬去啲新樓度住，咁咪一樣租。如果有啲平啲嘅10%，咁平咗10%，我點解唔搬咧？咁樣。陳永權指出，目前租屋市場供過於求，大溫例如列治文市陸續有新樓落成，加上新移民同留學生減少，唔少業主為免單位空置太耐，要繳交空置稅，寧願減租給客。租嘅話有好多業主咧，佢好現實嘅，佢減5萬蚊、100蚊，即係解釋俾佢聽就係：喂，你減100蚊嘅話，1年嘅你都係蝕1200啫。你租遲1個月嘅話，你一房你都2000幾啦，咁樣，咁你就蝕咗2000幾。咁你係情願係遲3個月都係要減噶啦，定係而家減？省府早前宣布，2026年本省嘅年度租金漲幅上限為2.3%，低過2025年嘅3%，同2024年嘅3.5%。不過，陳永權預計未來1年嘅租金仍然可以再跌5%左右，建議業主設定租金嘅時候低過市價50到80蚊，增加成功出租嘅機會。Omni News 記者李文欣報道。